到第9條啦，關於平均勞工生產力嘅題型。咁其實常常都會出嘅。咁呢條公式一定記得啦，總產出除總工時先係呢個嘅公式。咁而家佢就爭總工時嘅，就有得總產出。咁我哋計咗佢總工時啦，就將呢兩個乘起身，咁呢兩個乘起身2700。咁咧再除翻，咁其實第一年咧係高過第二年嘅，即係第二年下降咗㗎個生產力。好，跟住再逐個睇啦。咁一咧就比較係要小心嘅，佢話計時改為計件。咁其實你會見到哇總產出多咗喎，仲唔係咁？但係其實唔啱嘅。呢個點解會多咗？係因為佢嘅工時同埋工人多咗先造成呢個多咗啫。你睇翻成其實每個工人做嘅個數量咧，其實係仲少咗啊。咁所以其實唔符合生產力上升呢個可能性嘅，所以佢係錯嘅第一個。咁第二個啱啦，因為佢冇提供足夠嘅培訓，先令到佢哋生產力下降啊嘛。咁所以2係啱嘅。3有所改善，如果有改善，咁工作應該上升嘅，所以呢個唔啱。咁啊，剩低一個啦，管理差。咁管理差，咁自然就生產嘅成個過程唔流暢啦，監督嘅情況都會比較差啦。咁所以啲人嘅產出都會少咗。咁所以 C 係啱嘅。